我在为你们的好，无时无刻的大圣西点来到你的家就是在这个时刻为你们好，有说把有你们我们就是到这个今天的教训的就是第六课，就是放到有说里面就不再犯罪，就是要西点所传播的教导。就是这样。我们今天就是我要来回答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不犯罪？这是什么原因的？就是我们在这个节目中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问问题，就是关于这个耶稣存在都是要犯罪都是下地在有说里面就是特别特殊的我说。那就是我传播你那这个教导就是不可以模仿的，因为这个粗掉的罪的话是不可以再随便的，有个法律有个规定的。那你可能问我，你可能说这是为什么不再犯罪？第一件事就是你们这个人类，就是我给你们解释一下，就是那个一个人类它就是要组成的，就是这个这个三件事如果你们在看那个电视的话，尤其是在那个外国那边了。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图片了，我请你们要认真看一下，为了发荣耀给父耶法和耶和华，你们这个人类就是你们组成的一个肉体和灵魂的这个就是那个地球成图，这个是个地图成图，这就是你们的，这是你的肉体就是你然后你们在家里的时候可以记下来了，然后还有那些当照和当翻译可以把这些要翻译出来了。这就是你也在听见我的时候在你里面，在你里头有个生命的和灵魂的，就是这就是灵魂，我们用这个笔来画下，这就是你的灵魂，这就是叫你，它是不能看见的，这是真正的，你就是这个灵魂。我用那个就是这个颜色的这个不应该是个粉色的红色的粉色的颜色，这就是你的灵魂。人的灵魂那个当翻译的话就是用的各种的语言来翻译这就是你的灵魂在你里面的跟着这个灵魂的话就属于那个生命的这就是生命的，生命就是在那个心里，在心打住就是在心里就是生命组成一个人，就是这个如果我们把这个记下来的话，第一件事就是教你人类，教你活着教肉体，就是肉体，就是你这个就是个肉体我们再重复说一遍了，这就是肉体。这个颜色的就是肉体，就是你的肉体第二个就是要教你组成的话，你的灵魂的这个是比较大，非常巨大的。这个灵魂是来自上帝那里跟这个灵魂的话，我们就把它叫做是第三个，就是生命的，这个不会分开的。这个上间就是要构成一个人的构成的一个，我要把经文给你们的，就是肉体，还有生命的，还有加灵魂的。我先把那个关于这个我刚才说的，说给你们那个教导，就是出埃及记创世纪。创世纪第2章，创世纪说到第几节，可能有人在说是这个是怎么有真的，因为没有创造没有力量的，没有权利的，就是能抗拒我的父的话
没有，在第世界上是没有，那就是那在你们当中谁能抗拒他的话，都是要听众的敷衍，然后我的要胡说，所以你们不知道。等实习下来的时候就教你们要明白真理啊，就是教你们要到有说身边，因为他是真正的上帝，来救我们的，因为他真正的钉在十字架上，要想个办法证据呢。那个其他的假上帝就是他来这里就是有了。要想变的，我想你们就是要抗拒这个真理。我想问你个问题，但是为啥这个上帝的儿子为什么来这个地上？假如说这个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话，他为什么来这里？因为他来这里而来的就是为了真的离婚的问题。这个情况是蘑菇是非常讨厌的，所以蘑菇想造反了，只有自己创造自己的教导，然后他们在那个圣经上面就可以把那个名字改成了耶稣你可能说那个你们的圣经没什么力量的，他有自己的原因的，因为我早就跟你们讲了，假如说以色列的本来就是有一个这个问题这个没什么问题的话，这个名字就不会被改掉了，因为证据就在哪里？因为人类一犯罪的时候就不叫他，上帝就不叫他们再提高他的名字。为了这个原因的，不是上帝没有力量的，他有真正的力量，但是他一旦愤怒的时候，他就离开，他就是你在听我的时候，他想回到你的身边的时候你要接受你要接受与他同在，因为他已经来证据了，所以你要得想个办法要到他身边。如果你不要过来的话，就是你要下地就是你今天你心情非常骄傲的话，就是你要折磨，要哭泣，因为那个证据都到你那里可是你不理的话创世纪第2章第7节，亚巴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的，就是那个尘土就是你的肉体将生气的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为灵的活人的这个就是他这个生气，这个靠的气就是那个生命的，那就是你的灵魂。我们再讲下去，就是关于这个教导的话，就是在右部34章第14节。我讲到一下，你们就是可以关注那个直播的节目法语的直播或者是英语的普通话，你们都可以可以收听的，可以收看的我们将来就是我们那个一路4就是这个就是你在家的时候就可以说到这个一路4因为现在已经说过了，这个就是那个安排踏入专心的危机这个不过我们在打那个是在读15节我们把全书都打开了。倘若专心的危机，降临的合计受归季节，这就是说的就是人，就是敷衍也法把降临的和气受归季节，就是这个就表示他就是在把出门一口气的，所以就是生命的和灵的这口气就是生灵的，还有灵魂的，还有生命的。他降临的和气受归季节，凡有血气的就必一同死亡，世人的必能归尘土。
就这样，就上帝把这个把这个血气的话就比这个就上帝把这个血气拿掉的话，就是那个一吨，他们就比一吨死亡。这个一口气的话，就是那个生命的和灵魂的，就是他出一口气的时候，就是叫做生命的和灵魂的。那这个就是叫做是把那个人的灵魂的要去拿掉。那这个就是那个灵魂是要去哪里啊？就是在那个上帝所要归还上帝那里传道书第是那就是成都就归成都人归地，灵人的归赐灵人的神。我这边就是要在教导你，就是你在那个创造你的时候那就是我说的大神西家他来的目的是他来的不是为了拯救你这个肉体，因为这个是归程度的话，因为他就是来拯救你的灵魂的话，因为我这边就是那画那个这个这边画一个黄色的话，就是我来的就是为了拯救他，因为这个是肉体就是要归还成多，所以不需要这个，我要的就是这个你们的灵魂的，现在已经下令的给那些要离婚的回到我们哪里？这个就是要我说，就是你们就得等待谁来拯救我们，要上天上哪里？时候已经到了，所以你们要赶快，现在给你们下令，所有的灵魂的要放回到我们这边的。就是你们的灵魂在等待我在这里，就是你们的主所差遣的，他的名字叫耶和华，他就是钉在十字架上，因为你们来自在哪里，那里就是哪里的创造我。因为你们死的就是你们的巴不得呀，就是你们的人类的灵魂的谁家来的，就是要叫你们要放回到你们的拯救的日子，你们的耶和华同在，因为你们的哭求耶和华没有听，耶和华能听见了，所以他就差遣西家，我们都要回来吧，因为你们当快乐，你们的拯救的日子到了，要听到教导。并且要教你们的朋友想要拯救的话，因为拯救灵魂的是到了，不是要拯救你们的肉体，乃是拯救你们的灵魂，你们的要与西家同在吧。你们看到这个情况的时候，就是你们这个灵魂的，就是那个在人类的灵魂可去被这个肉体控制。我再加一个图片，就是那个肉体在控制这个灵魂的，因为这个灵魂是在人的里面的，这就是你的肉体，灵魂的就是被关起来在人的肉体那这个过程的就是在他的灵魂就是在他里面的。就在里面的是非常折磨这个人的灵魂的，是在里面，在他里面的非常折磨。那这个就是要求我想要拯救，就是你说我要想拯救就是你这个灵魂所说的，因为不是这个肉体因为这个肉体要归还程度因为我们来对下这个，因为这个肉体的后果是。因为这个是不，所以上帝不会拯救这个里面的肉体。我给你们讲那个宗教里去所做的，他们真的不可以对上帝的面前是非常不好的一件事。加拉太第5章
第19节，我们一起读。尤其是你们在那个外国你们不是在那么远的，现在已经在你们我们一起的，我们去哪里？我们哪里吧？这就是实话，因为我们本来就是来自我们哪里。你们所有的呼叫，为了这个是而来的，就是你们说我们需要拯救，我们来这个是巴不得呀，因为有业务说多亏业务说非常爱你们的，他就用程度要找你们的，就是像业务说详细的，然后他把领的赐给我们你们的，这个离婚到这个地球的时候，都是为了你们的肉体所做的所谓，就是把你们的里面的离婚死掉灭掉了，把这个离婚的下地狱了，都是为了肉体的运存的。那就是这个肉体的运存，你要把它分开，为了拯救你们的，我所做的拯救，就是要把这个里面的肉体要去掉了。那这个就是西家所做的，我说把这个肉体的力量灭绝了，通过我说的力量，因为这个都是我所做的事情。不好意思，实在不好意思。为什么在无说里面的里面的人都不在犯罪呀？我从开头要给你解释，我就是教你，我原来那个章就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这边要呼叫来自父亲也发那个要说西家来了，为了拯救你们。为了拯救你而来的，西家就是要把这个坚持的话，就是西家。请你们要认真听这个经文，就是在那个加拉太书第5章19节这就是那个情欲的事，因为这个就是要程度悔婚程度。网络有点慢的，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的监狱，进入监狱的污秽的邪荡的，这是你们肉体所做所谓的，就是入监的，每天都要去找一个女人的或者找个男人的，为了做这个经营的，不断做一个经营的，你这个肉体你这个肉体都要不断的做污秽的，所以你们这个肉体就是要教你们邪荡的话，要污秽的话，拜偶像的，就是在那个第20节，你要去那个拜偶像的，你想要得到祝福的话，就要拜偶像，拜假上帝。这里耶稣，我告诉你，耶稣是假上帝啊。这个教我们好笑，让我们好笑就是这个这个耶稣跟那些偶像的他们都在合作。还有那个就是尤其是那个宗教律师，就是在耶稣里面的都去那个拜偶像那里，他们去那边要力量的，他们都是要那边的力量，为了骗你们的，你们是犯罪所以他们的话就是在你们的因为他们都是要听魔鬼的话，你们听魔鬼的话，但是在无说里面不会这样的，因为在无说里面是要拆毁掉我的是条件，就是要在无说所有的工作拜偶像、邪术、仇恨的、争竞的、记恨的、恼怒、结党的、纷争。就是那个纷争的话，就是你们在耶稣里面，在耶稣中间的，你们都是在耶稣却你们都在纷争的，就是我给你们说过了，就是在亚乌说就是西家所传播的，就是不准说是条件，就是西家教导这个教训。就是你报道的时候，就是你知道这个是就是西家所有的传播的。我从1995年的就开始传播这个教导，
可是你们这世界现在曾能听到啊，我请你们要认真听，在马达加斯加的这国家都知道这件事啊。我现在在马达加斯加传播这个教训，因为上帝安排我住在这里，所以你们的拯救都要来了，就是把我想的邪术、仇恨的、真正的、记恨的、恼怒、结党的、纷争的，你们在书里面都是在纷争的，在无所里面就是在西点书传播的教导，就说没有嫉妒的、醉酒谎言的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的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你们看见了这个如地是不能承受神的国吗？可却你们都是为了这个如地都要祝福想要祝福因为都是你们所传播都是想要上帝要分开呀，因为你们要祷告的时候，就是要为了这个，我的不是为了你的离婚，你们去工作的说要赚钱的，这个还不够嘛？这就是人类所做的所谓啊，所以今天劝你们所做的已经过了，赶快争取的离婚，现在对你讲，就是要无所的尽弟弟，赶快拯救你的灵吧。你为什么不争取的灵呢？我们继续讲下去吧。因为这个我的就是教你到迷惑那里啊。就是你要叫他开心嘛，叫他快乐啊，就是你叫他，你要下地狱啊，你不要承受神的国嘛，不要上去进圣殿的人类要认真听西家的话，这就是表示爱，真的是爱，因为这个我弟就要把你灭绝了。要叫上帝愤怒，叫与上帝分开。那上帝真正的上帝就是要把这个肉体和离婚的要分开，他要割开，这就是他把你的肉体去掉了，这就是真正的要我说能够拯救，就是他钉在十字架上。他能够把你这个你的肉体和你的离婚分开，按照刚才给你们那个图片，因为要我说来的时候，就他能够把这个去掉。因为这个一起在一块儿的话，就不可以必须要分开，这是要我所做的。你们都可以现在就准备你们的问题的话，就是在这个教导结束了过后在格勒格罗西书第二章第11节，我们就是到就格罗西书第2章，应该是第11到10，你们在它里面的也说不是人的所信的隔离，乃是要我说是你们脱去肉体的情欲的隔离，就是说告着，是被说告着。英语就是被说告着，就是说上帝脱去隔离，就是sin隔离与世人的所说的隔离乃是要我说是你们的脱去肉体的情欲的隔离，在这里就是为了要我说钉在十字架上的，就是把这个肉体和离婚的要分开。我们再画下这个图片，我们想把这个抹掉了就这样。就是我们要重新的画下我们刚才画的这个人类，就是这个颜色的，就是你
啊，然后这就是你的裸体啊，这就是这个裸体就是你啊，这个就是你啊，然后我们在这边再画一个，这就是你的灵魂啊，这个就要与它要分开。这就是在那个在人的里面，但是要已经分开了。这个就是就是一个人的，就是要照亮的，再也无说的，倒也无说的说，就把他的肉体和灵魂的分开。这个是按照那个上帝的话，这个是为什么要分开呀？我们再读一下那个上帝的道，在第12节，你们既熟悉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你们再读一遍，你们既熟悉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神的功用。就是在那个你熟悉的时候，就是上帝把你这个肉体和灵魂的要分开，就是你这个肉体要灭绝的灵魂，还有这个灵魂的它是赢不了这个肉体的话呢，它是在那个肉体的里住在肉体的里面。那为了这件事，就是西家要叫你们拯救的日子就来了。就是父耶和华和耶和华就是他们夫妻俩的计划，你们别再不会呀，因为要认真定西点的话，就是耶和华说摘来的来这里，要来拯救你们，要把你们放回到耶和华这边，你们要接受要回到耶和华这边，这就是呼叫，就按照你们所说的话，我们没有做什么坏事，都是这个肉体，就我们都被灭绝了。那证据的你们都知道，就是要把你们的肉体和你们的灵魂要分开，然后你们就要叫你们单独要行走，与耶和华同在，这就是你们的拯救，进到耶和华这边。那就是这个人在受过洗礼的时候，他就是他肉体和灵魂就分开。那这个就是我们在这边要写下，就是你这个熟悉就与耶和华一同埋葬，一同死了。我们再画下那个是自己家。我们把这个就是要我说的是自己家，我们应该是用什么颜色的？应该是这个蓝色的，就是要我说的是自己家。这个就是要胡说的十字架。这个为了这个十字架的话，这个就在那个在给你设立的时候，我们都把这个关于这个都是把那个经文的你们想记下来。就是你在受洗的时候，就把你的肉体和灵魂要分开隔开。为了这个，就是在那个上帝在上帝就通过这个罗马书就说过了，就是他说你们不是在肉体，乃是在属于属灵，在罗马书第8章第9节，就是你们不属在这个肉体，乃是属神灵的。我们读下这个上帝的道，如果是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是属神灵了。就是他已经变成了神灵的大悲，跟这个肉体已经分开了，都是为了要我说这个十字架上的，那就是这个肉体在控制不了他的灵魂，都是那个灵魂的有控制他的肉体。我们再回到那个在那个图片上面，这个颜色的就是你的灵魂的要从这个肉体出来了，那就是剩下的就是灵魂，就是这就是你灵魂的肉体是被死掉了我们刚才画这个肉体什么颜色的，就是这个颜色的，它就是死掉了，不到地下。
扑到地上，但是被死掉了。剩下的就是灵魂的正在那里。这个我们都是为这个灵魂是都要鼓掌，因为他是要剩下的是灵魂的，他是真在这里。因为他说那个我都是怎么死掉了，上帝都说他已经死掉了，因为这个就不再控制，他不再控制啊。他是以前是控制这个灵魂的，但是你在耶和华里面一受过洗的话，就是这个灵魂的控制它。那我们这边要写下来，把这个字写下来，就是灵魂，就是这个人的灵魂控制它。我们的话把这个小一点了，那就是他一说到这个他得到自由的，得到这个要付各段的时候，我们想把这个擦一下，因为这个图片有点就这样，因为这个已经分开了之后，这就是那个离婚，这个是那个离婚，他跟那个肉体已经分开了。他一分开的时候，就是上帝说你是不属肉体，乃是属生灵的。那他所要的都是要上帝的道，就是要无说的道，这就是他的食物。那为了这个也无说，就是说我所赐给你们的就是灵和上，我们来读下这个上帝的道，就是人经跟这个肉体经分开的话，他的食物就是要无说的道，就是在要无说里面有个人说起的话，他就是要无说的道，他都是要无说的道，都是要发生这种的情况。假如说你听到我的话的时候，你必须找我，因为你的灵魂想有证据的话，他想上去上天了，你就能巴不得马上见识一点，见识一点。我刚才说什么来着？约翰的，我刚才说就是约翰第六章是63节。我说给你们的话都是都是你们的话，就是灵的，就是生命的。人家要我说的就是为了给生命的。在那个保罗使徒的时候，他说你们都是按照那个离婚的。我们都必须要查看这个经文的。你变那个上帝的时候，你那个肉体已经被洗掉了，你不再说这个肉体的话，上帝都说是他说这个叫人活着乃是灵叫人活着乃是灵的就是这个肉体是不能做什么，因为你都是为了你这个财产。都是抗这个骄傲，你这个飞机你这个漂亮的车或者你有自己说穿的话，这个不能得罪你，能得罪你就是这个教导，就是也属于无说，那就是他今天就是洗掉就是要无说所说的话，就是灵还有生命的。这就是对你的灵非常合适的，就是要我说的都是对你非常非常合适的。那从这个开始就是要找哪里有这个教导能拯救我的灵的话，但是有些人他是属于这个肉体的话，他就不理这个。他是掉两档的话，那些家对你们说，我们都要去得救因为这个都是魔鬼，为了都是魔鬼有好处你要的话，你要用什么样的完全的办法要拯救你的灵魂。
啊，进张嘴的灵魂吧。所以啊，在加拉太书第3章应该是第16节，就是我们必须按照那个加拉太书第16在哪？又错了。我用这个圣经来找一下呢，因为有点习惯了。不对呀，是第5加拉太书第5章，就是你在听的时候，就是我对你非常不好意思，因为我都是用那个手机的用的，所以我要查那个圣经的时候才能查得到。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的儿子的，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那也我说的到就是灵的和生命的，那这边就是说你要顺着圣灵的儿子的，就是按照那个呀我说的话，你们就不可以在不放纵的肉体的情欲了。那这个在那个熟悉的时候有什么事发生什么事因为这个肉体控制不了灵魂的回答，就是因为回答答案就是这样的，在你熟悉的时候就可以接受上灵的，上灵就是恩典的上灵的，在巴拉克里头就是要听你说话的时候这个上灵就是来自亚乌说那里。我们来查一下，就是你在熟悉的时候就说到上灵，这个上灵的话就引导你不再犯罪。你在犯罪的话，那你所说的灵的就不是上灵的，那是魔鬼的灵叫你犯罪因为叫你犯罪这个是没有什么感情的话，都是实在因为这个就拯救的计划要拯救人的，所以不别让魔鬼在控制你在住在你里面的。哥林多前书第12章。我们就是那个有一个人熟悉的时候，就是发生这件事就是你们都是在一个灵熟悉不光是我们都因何为义的上灵的，就是在那个就是你在熟悉的时候熟悉的时候就是要引导你到真知的，就是来真理，这个就是来自的我说这个引导你到真理。我们再读下这个上帝的道，为了荣耀归父亲亚方。就是这个灵魂的所赐给所有的人的。我再强调一下，就是你在说戏的，给你他说过戏的时候，这个上灵的就这个上灵的要引导他到真理不是让你说约翰福音第16章30节13节，约翰福音第16章13节到17节，我们一起读吧。只当真理的上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就是肉体和灵魂的被割开的时候，你就变成了肉体。然后要无法就大发上灵的，要引导你明白真理。所以我们要认真听无法的话，因为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着自己说的，那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
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这就是那个真理的圣灵，那就是圣灵。因为他一个人一旦熟悉的时候啊，这个圣灵就引导他。我们在读下还是约翰福音的第14的26节，对了，26节。约翰福音14章26章，就是说这个圣灵的引导我们的，以明白一切的真理。约翰福音的，你们都把这些经文记下来了，为了让你们知道真理啊，为了教你们的灵魂的快乐，因为这个就是真正的证据啊。当保惠师就是福音路的民所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就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就是这个圣灵，他要降到人的身上，然后把一切的事指教你们的。那你说这个刚才那个就是这个圣灵将来的时候是什么是什么？就是圣灵的。那我们要看一下这个关于这个圣灵的话，都在使徒行传的，就是他们的一说起的时候就说到圣灵的。这个经文是在哪里？在哪？使徒行传的第19章。我们在第一开始读吧，小正版的，我们应该是到第7节那里就使徒行传的19章到应该我们一起读一起念吧。使徒行传的19章，使徒行传的19章第1节开始，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经过上边一带的地方，就来到以弗所，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就说保罗经过上边的时候，就是看到几个门徒，然后对这个门徒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这个就是这边说的就圣灵的，就是你们信的时候就受了圣灵没有？因为法律记着说信受洗必然得救，这个就是马可福音的第16章16节，就是信受洗必然得救，就是他信的时候他就受了圣灵的。那你在给你受洗的时候你受到就圣灵的，这个话是非常清楚因为你信的时候就要受到圣灵的。马可福音的第16章16节，信的受洗必然得救，你不信的话，那你就是你要听这个道的时候，可是你你是不理的话，就是信受洗必然得救，就是那信的时候，这个就要要给你受洗的话，你在受洗的时候就是把那个肉体要去掉了，那就是那个圣灵引导你从此就不要再犯罪我们在读在念下加拉太书，加拉太就是这个加拉太，我们在读下加拉太书第20章第5章22节，就是这就是我的一个答案，就是在我说里面就不再犯罪，按照这个情况，我就是从基础就给你们讲一下，就是在我说里面不再犯罪。你在犯罪的话，因为你不在我说里面，你所说的是假上灵，是假灵的。
我们再打开大一点了。加拉太书，加拉太书，如果你想要自由的话，不然在魔鬼在折磨你在害你的话，这就是你的上灵的所结的果子就是忍耐。就在无刷里面的，他就是充满的忍耐，充满的爱。因为但是你都要去赚钱的话，但是你得不到爱呀，你得不到快乐。但是有啥同在的话，他就都非常平安，喜乐和平的忍耐，恩慈良善的心事。都是想做善事的，温柔节制这样的事。如果他不会做坏事，他不在耶和华里面不在做坏事，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就是在无刷里面的话，就是被法上灵引导的话，他就不再犯罪了。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他有上灵的引导他在做什么犯罪呀？因为这个就是上帝的都说他不再犯罪。约翰福音约翰一书都是通过这个，由于这个上灵的话他就不再犯罪。约翰一书放纵上帝圣的就不犯罪，因为神的道坐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有神的，他不再犯罪，因为上灵圣的。所以就是在说戏的时候就被上灵的圣的，就是那个上灵引导他的时候，他就不再犯罪。他怎么犯罪为了这个，就是一个人的被上灵引导的时候，引导的时候就不再犯罪。为了这件事的，为了就是你在听到这个话的时候，如果你想要永远平安的话，就是想远远的或不犯罪的话，因为这个犯罪就不能上去听上天的。因为在听上天那里有一条法律，就是在那个我们在之前的教导已经的学过技术路。我们今天的时间是比较长一点，因为我们真的有非常重要的事情必须给你们讲技术路是已经凡不洁净的人都不能进去凡有记在那个上面的羔羊才能进去就是有个法律，因为天上天的主他说不完全的人不能进去的话，必须要完全才能进去我们来念一下那个马太福音第5章48节，你要注意听一下。马太福音第5章48节，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真的有完全的人才能进去完全的人才能到天上天的。你不完全的话就不能进去那里。完全的就是完全，那就是这个就是按照那个房东的条件。假如说你是个房东的话他说这边不能喝酒的话，如果你还是坚持喝酒的话，你就别赶出去的话，如果你想留下来的话，就不要再喝酒天上天的就是相似的，哪里的家住就是父也法，他那个条件说是你必须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的。这个不是因为哪的家住就是父也法，因为你要去他那里所住的地方，所以你必须圣洁，必须完全的，因为那里就是他的家，不是你的家。他有个条件，你要去那里必须要完全
你们都是完全。我们来读下这个，因为有人说哪里有这样的完全的？你们真是胡说八道。这个是怎么可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上帝的道。我们必须找一下，我们没有记好的话，这个经文是到底在哪里？我们一起找一下。腓立比书第3章，我们用法语的圣经来念一下。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的人，这边写的是完全的，总有从这样的心。这边上帝的道就是说有完全的人，因为在马太福音的第5章48节的话，就是在马太福音的第5章48节，我们是用那个法语圣经来读下，这边就是完全马太福音第5章48节，所以你们都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的。这边说的就是完全的，就是你们完全的，你们必须要完全像你们的父亲完全一样的。保罗在那里说，在耶和华中间的都是完全的，就是说在耶和华里面真的有完全的人。我对你说，在我们耶和华里面都是完全的人。那就是我刚才给你们说的，我们完全就是为了通过这个上灵的真正的上灵的来自耶和华那里引导我们，这里我们就不再犯，在耶和华里面就不犯罪。我们犯罪的话就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他是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最后的话就是你听到这个话就是有一条法律这个法律就是你要被下令的要熟悉，你想要除掉你的罪的话，不再犯罪，想上去听上天那里，因为犯罪的人不能去那里，那想犯罪不犯罪的人才能去那里。所以我给你讲，你要熟悉吧，你要使徒行传的这个结束了之后，就是我读完之后，你们就可以读一下使徒行传的22章到不管是在外国或者是在马达加斯加这边都可以发个短信过来问的问题手机号码，请你们把那个手机号码要放在那个屏幕上面。现在你为什么当人呢？现在你对你说过了，你为什么当人的？就是你在听我的说，在看我的说，在网络电视等等，这个就是引导你为什么当人的起来？求告他的名，你要求告他的名，要求告耶和华的名，你必须求告他的名字才能得救。那你所求告的名就是耶和华，除非你就不能，不然你就不能得救因为你们说过的戏都是与加上的同在，叫你犯罪，你都是一直都跟魔鬼在一起的话，你不这个灭绝的话，那你永远都跟魔鬼同在。你赶快去，要灭绝你这个说过的戏你要说戏，要洗去你的洗去你的罪。如果你想要洗去你的罪的话，不再犯罪的话，你就叫高你的名，然后你要说洗，你就洗去你的罪，就是那样子除掉你的罪。就是你在说戏的时候就可以说到上灵的话，按照那个使徒行传第2章38节。我们翻译我说的名字来念一下，我们彼得说
使徒行传的第2章38节，你们个人要悔改，凡有说的名字说起，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你们就要领受所赐的圣灵，这个说是必须在无说里面。如果你在耶稣里面受洗的话，你们都永远除不掉啊！对你们说，我们都已经不再犯罪了，别再说糊涂啊！在加拉太书第3章24节，所以你必须在西殿里面说过的是与我同在的时候，你才能除掉啊！别再说一塌糊涂啊！就是你在听我的时候啊，加拉太书第3章24节27节你们说是咕噜耶和华都是别的耶和华，这个就是耶和华就是那个受膏者，因为他们都是把写都是耶稣。这些上帝都是假上帝，叫你们犯罪呀！赶快离开那里吧，这边离开呀，这边的经文就是说，如果你在耶稣里面说过的是，你永远都别带耶稣啊，就是你这个义务都是，不管在你前面是后面的，都是写的说耶稣啊。假如说你在那个这条街受洗的话，就叫你要跟上帝原处的话，那就是这个都是永远的除不掉啊。假如你死了之后啊，就是你，他说你这个衣服是怎么了？你都是你都充满了是掉价，可是你都是中国人的，或者是法国人的，或者是美国人的，你为什么总说是掉价？却这个都已经给以色列的总说啊。只能总说在以色列的地上，你为什么总说啊？这个问题来问，你要提这个问这个问题，你这个衣裳上面为什么有耶稣啊？这个是怎么了？这个问题到时候我再问，要我说对你说把他下地啊，因为大多数都的。敌人的，他怎么坐在我的面前？他是个犯罪的人，把他下地，他是违背法律，叫他要下地啊！我对你说，你不可以得罪的话，除非你把这个衣服、这个衣裳除掉，因为你在耶和华里面说过的戏啊，就是他希腊的上帝。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要不我们就把这个话题又说一下，因为这个耶稣都是希腊语啊，去那个上帝就是他就是那个犹大人的约翰福音第4章22节，就是那个救恩是来自犹大。我们再继续，我再补几句话吧。我不好意思，我刚才给你们说，我们就是要结束了，但是这个话是非常重要的，这个这个证明了你所做的就为什么不对呀？约翰福音的。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来自犹大的救恩的是来自犹大人的，但是你所拜的耶稣都是希腊，你们可以在那个 YouTube 上面或者在位置可以看到，可以查到他是个希腊，所以他就是可是上帝说他这个那个救恩的是来自犹大人的，他就是犹大人。那你把他们对比的话，这是不行的，因为一个是犹大人的，一个是希腊人的。要我说他是个犹大人，要除掉人的罪，与他同在就不犯罪啊。我们都是可以做经证的，因为我们这边都已经有2000多。如果你愿意加数我们的数目的话，有长罪的灵魂的话，我对那些所有的灵魂的，别再让这个你的肉体要灭绝你啊！我对你说，你要想得长罪的话，就是要来到耶和华身边。所以啊，于是啊，你要把你们说过的死要灭绝了，因为你死了之后就是那个耶稣
耶稣叫你下地狱的时候，你是违背法律，看上帝要看到的时候，就是把你下地狱，你不愿意把大不把你是要下地狱的时候，不管是美国人的、英国人的、法国人的、日本人的，或者是非洲人的，我对你讲，赶快张嘴你的淋巴，要赶快解脱你这个受过的洗，因为你到现在还是背带耶稣了。这个是永远解脱不了。但死了之后，你就下地狱，因为你这个加上帝叫你犯罪，就是要无说的敌人的。现在呢，你有听到我的话的时候，赶快灭绝你所受过的洗，要来到要说这边受洗，呼叫你。要到这边有受洗与洗的同在，这就是叫做不再犯罪，不再遵守是条件，因为这个是要给以色列遵守的，不是给其他的国家遵守的。我们这边就是要无说有自己的法律。我们这边有无说的法律，我们就要当遵守这个法律。在约翰福音第12章49节，我们要遵守这个要无说的法律。刚才对你所说的，就是关于那些熟悉的，都是要无说的法律。我们读下约翰福音的第12章49节。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我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的，故此我所讲的话，这是照着父对我所说的，那就是你必须在无说里面受过的洗，要除掉的罪，不再犯罪，你才能不再犯罪。我的话就是到此。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的话，就可以问要说祝福你们。我请你们那个技术员把那个号码放在屏幕上面，加2013322562221，就是你在那个。就是你们在看的时候，就是加2013322562211。如果这边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就是可以回答；如果没问题的话，我们就直接说。这个有个问题你好拆毁掉是掉这怎么不犯罪呀？因为这个是掉这就是给从以色列的宗说的，按照根据法律所说的，在利未记这个是利未记在哪？我也一边在给你们解释一下这个法律是什么。法律叫人的不犯罪的话，就是要我说的法律法律。如果你违背要我说的法律的话，那就是犯罪。出埃及记29第几节呢？第3节到第5节。出埃及记就是这个摩西的律法和谁掉，就是给谁遵守的，就是给以色列遵守的。摩西到是哪里？耶和华从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下与以色列的人说，就是这边就是这个就是告诉雅各和下与以色列的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的将你们别在翅膀上，带来归我。这个就是非常力量的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我的名，因为全地都是我的。所以全地都是父亚法，所以亚法对以色列的讲话的时候，他说要遵守这个道，这个约就是为以色列的要遵守的。这个契约的话就是什么？就是条件和摩西的律法。我们再读下那个申命记
那这边的契约就是为给以色列的宗属，我请你们忍耐一下，因为这个经文是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是在哪？申命记。13节，你认真听一下，申命记第4章13节，他将所吩咐你们的当说的约指示你们，就是10条诫，并将这些诫写在2块石板上，就是这个诫写在2块石板上，就是10条诫。后来就是写在一个书上，后来就是这些法律的话，总共是就是113条，还有第11节、第12节。我看是什么了？到611条13条。假如说那个就是把这个宗属讲给他们的话，那这个就是叫契约的书。因为这个契约的书就是给以色列的宗属，我们那些继续把那个上帝的道讲下去，在诗篇的。147节，你们有认真听的，不是就广发短信的，因为我都是看到要先听好，认真听好，因为你们不注意听的话，这个就是你们的错误。我一定要给你们解释。因为关键就是你们有认真听我所说的教导，因为这个就是为了通过这个经文的，就是不可以遵守10条诫的话，因为这个是给以色列的。你说不遵守就是不犯罪，遵守就是犯罪呀，因为不遵守就是要听从父呀，发黑呀我说的道，因为遵守就是犯罪。这个是第2次要给我们的证明一下那个其他的国家不能遵守这个10条诫。他将他的道指示雅各，将他的奴隶典章指示以色列的，别国他都没有这样待过，至于他的典章他们向来没有知道，就是别的国家就没有知道他的奴隶无典章，就是摩西的律法。你为什么那个法国人的、美国人的、中国人的、阿拉伯、日本人的都是各个国家？谁给你们讲的？给你们讲，就是你们要遵守这个摩西的律法和10条诫，因为这边是你们不知道他的奴隶。他不是撒谎的，上帝撒谎的就是你，所以你应当想好。第3节就是法律记载说，这个时候必须在那个以色列的地上要遵守，不可以拿去法马的家乡，或者是法国，或者是英国，这个是比生命节所以你们这就是要把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的奴隶典章是你们教所要的这就是这个诫命的，你们要吩咐教训的，你们要遵守。在哪里遵守是你们在所要过去的唯一的地上，就是在以色列所居的地上要遵循的，要教训的，这就是法律不可撤销的法律，一条法律。那这个问题为什么那个别的国家都把这个10条诫拿去马达加斯加或者是法国？谁叫你们把这个拿去啊？因为法律记载说，这个只能遵守在你们的为地，在你们的地上，
拿以色列的为地的地上就迦南地呀，就是现代就是以色列。所以这个摩西的律法和是条件必须在以色列的地上遵守的，不可以拿去美国、法国、英国或者中国或者马达加斯加、非洲，这个是被禁止的，不可以，都是违背法律。这样做的话，都是违反法律，跟黑罗伊的、以色列的都是成为敌人的，非常危险的。我们再讲下去，在上蒙记。第12章第1节，这个不可以拿去到别的国家，只要在以色列的假如说有一个以色列大家或者这个世上的话，必须在以色列的遵守，这就是一条法律，连这个他们都不知道。上蒙记第12章，我对那些以色列人讲这个事儿了，连这个都不知道，可是这个就是他们的法律啊！你们从后预示的日子，这就是你们在以色列的你们所遵守的努力的典章，就是摩西的律法是条件，在亚法你们的列祖的神所赐你们的唯一的地上，要经所遵守的努力典章，乃是这些了，就是你们总获的预示的日子，在亚法你们的列祖的神所赐你们的唯一的地上，要遵守的这些努力典章，就是以色列的或者这个世界的时候，就不可以拿去到别的国家，必须遵守在以色列的这个经文的，都是被控制在一条法律，不可以加减的，也不可以杀减的。上蒙记第4章，这个是不可以加，也不可以上减的，因为这都是一条法律。你把这个改的话，就是违背法律，就是一个魔鬼下地了。上蒙记第4章第一到2节，所吩咐你们的话，你们不可加添的，就是这个不可以拿去到别的国家遵守的，只有在以色列的地上，这个不可加添的，不可以加添的，就是为以色列遵守的。这就是这条法律里面不可以加添的，也不可以上减的，不可以加也不可以减的。只要是这个是给以色列遵守的话，马达加斯加不能参与的，英国、非洲、阿拉伯、中国的不可以干涉，不可以加进入的，就不可以加也不可以减的话，不管是谁都不可以进，因为这是你们的亚法所吩咐你们的话，就是亚法的命令的，就是这个在以色列的要遵守，这是亚法所吩咐的他说这个要给以色列的遵守的这条法律是不可以加不可以添的，你要违反这法律的话，你就是违反法律，你有魔鬼同在，你就下地狱了。这就是那个当然的，就是这个不可以遵守的，那就是那个上帝的儿子，他有讲到，他说这个是一点话都不能加，不可以加也不可以减的。你们先认真听的，然后我都把你们所有的问题都一定要回话，因为我们的时间都过用了。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5章到18节，听下我说的教导，因为这都是为了以色列的遵守，连上帝的儿子怎么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
律法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的。就只要你总说这个是条件的话，这个不能废去，那这个是什么？要无说是什么法律不能废去的？就是条件摩西的律法，所以这个必须在以色列的总说的话，这条法律不可以废去的。就是你自己说是上帝的儿子，却不是你的儿子，你都这是第一件事了。我们再看一下那个第二个问题。您好，拆毁掉那个法律怎么不犯罪呀？我们不总说是条件把拆毁掉，它不是我们的，那个是要我说不是我，要我说一把它拆毁的话，我也拆毁掉了，大家都把它拆毁掉。你们就去念下那个摩西的五经的话然后你们在那个外国那边都可以看了，这就是那个摩西的五经。这个书名的话是书名的是什么？有那个网站就是 damasak.com。这个就是那个书名的话，我不知道这个是啥意思的话，我们今天的教训的不是这个，如果我们能查的话，只能查得到。我们就是在这个书上面，就是呢，这个就是那个摩西的五经都是用那个希伯来字来写，在以弗所书第2章15节。我们就是用这个现代的希伯来书来念一下，来看一下。以弗所书第2章15节，第15节。以弗所书第2章15节，马达加斯加语或者是法语圣经的话，法语的话就是以弗所书第2章15节。我们先用那个希伯来字来读下，然后就把它放成了英语，因为这边有那个英语版。这就是那个摩西的五经。从右边到左边，他们读的时候就是从左边到右边的，这就是这就是那个摩西的五经。那我们读一下。以弗所书第2章15节。Babatlo Bibs Aitorat Amitsot Vachkot不拿错还有许多的，我们就是我们读一下那个英语以弗所书第2章15节，就是我们对你们读的英语的话讲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原则，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就是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原则。这就是英语的教授们用那个马达加斯加的语言的话，就是他说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原则，我再读一遍，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原则，就是在他的身体废掉这个就是那个原则，就是他们的冲突。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就是那律法上的规条就是那在那个十字架上，就是这个律法被废掉了身体就是在
在自己的身体废掉运作，就是神经的通过这个细胞来语的话，就是说那个魔性的无尽的被废掉了，就是这个就是细胞来自这个魔性的无尽，就是你们懂这个魔性的无尽的话，在你们的细胞来，在你们的神经的上面就是这样写的。那这个魔性的无尽就是魔性所写的，从装设计到那个，因为他这个是自己写的话。法律书的话就从出埃及记利未记上摩记，还有那上摩记，这就是那个叫做是律法律书还有些人把那个装设计要放进去的话，那这个是没问题的话，因为这个是摩西来写的，都是一个。那这边都是就是你们这些废掉是掉的，你们是应该是犯罪我对你说不是因为圣经说他是废掉了，那我们就说只要遵守我说的法律，就是在那个约翰尼书我们写于那个马达加下语，我必须要说这个话题的话，我们这个是小子们在哪了？约翰一书这个你们都已经背起来，这个经文呢，在我前面都是许多的很多的基础也应该是第一章。对了，约翰一书第一章，请你们的听下，论到从起初言语的生命的知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的，今年看过的经所摸过的，就是生命的道，我们也看见过，现在有主见着，将与有互动在这边就是我们所看见的、所经验的、看过的、亲所摸过的，就是这上面的道，就是那个上面，就是那个道变成了肉体，就是我们今年看过的、亲所摸过的，我们在那个约翰尼书都看到这个经文约翰尼书亲爱的兄弟我写给你们不是新的法律因为这边说有人说有自己的救命令的，他以为这个写的就是条件，我给你说下不是条件。亲爱的兄弟兄弟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的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所说的救命令，这个就是要对那些你们总说这个是条件的话，就是那个救命令的你们所听见的，这个救命令的他是谁？我写给你们的就是新的命令的，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我们在第七节就是救命令的救命令，这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如果你们真正的听的话，这救命令的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我们在这个约翰的，就是你们的就是我们所听见的道，就是我们所看见的，我们今年看过的，我们我们所摸过的，就是这上面显现出来的道。我们所听见的，就是我们所听见，在第一章第一节，我们所听见的，就是所听见的，就是什么？我说的道，就是上面的道。在第二章的话，他说就是我们所听见的，就是上面的道，我们所亲眼看过的，我们的所摸过的，这个上面的道，就是我说我们在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写于那个约翰的
那就是非掉是掉就是真的合适，真的合适。因为我们不就说是掉价，把它拆掉了，就是要无说，因为这个是叫犹大人的和外邦人的原初的话，起初有道，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这个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就太初有道，道成了肉身的主角们中间。那因为那个就是这个道成了肉身的主角们中间，在第14节，道成了肉身的主角们的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的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真是复读上子的荣光。这个道就是要我说，这个道我就是在那里说，你们所听见的这救命令的，就是你们所听见的，就是要我说的道，因为这个要我说的都是所寄给使徒们，那这个就是那个救命令的，不是调解。我们用一下那个老外的圣经来对下，因为我们都看到那个那些总说是调解，一直都骗你们的，别人他们在骗你们，你要跟着西家。要给约翰一书第1章论到从起初言语的上面的知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的，今年看过，今年经说摸过的，这上面就显出来的就是生命的道。这个道就是要我说，就是我们刚才看到，我们在读下那个约翰一书约翰福音，就是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14节，道成了肉身的，就这样，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真是复读上子的荣光。这个道就是从起初来住在我们中间，他是成了肉身的话，就我们都看到我们再读一遍那个约翰一书，你们都看到这个道就是要我说，就是我们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的知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的就是所听见的道，就是说我们听到上面的道。约翰一书第2章第7节，亲爱的第7节，亲爱的兄弟呀，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的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这就是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就是从起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请你再读一再读对不对？就是我们所听见的，就是我们从起初我们听见的，我们听见什么？就是听见上面的道，就是说在起初，就是说这个道。他说这个起初，他说兄弟啊，我写给你们的不是新的法律，乃是你们从起所说的旧命令的。那这个起初就是要我说，
救命令的就是救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这救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如果你不懂法语的话，我就建议你要学会法语。就是这救命令的，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就是在从基础我们所听见的道这个基础。我们在读那个第7节，亲爱的弟兄啊，我写给你们不是一条新的命令，乃是你们从基础所说的旧命令。就是从基础，那基础就是我们所听见他的道这就是生命的道。我们从基础所说的旧的命令，就是这个命令，这个命令，这个道，这个旧命令就是道，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这个救命令的就是不是上面的道，就是要我所用靠宣讲，为了叫大家明白它就是真正的证据的。我的话就是说，这边的道就是不是别人的话，不是别人的，乃是要我说，也不是别的命令，就是你们越是了解，就是要我说，就是你们要我说的道，你们所听见的。对了。我给你讲，这个跟谁了解是没什么关系的话，这边说的就是我说的道，就是我们所听见的道，就是那个是当时读的时候，他们用手摸过是了解嘛，他们今年摸过是了解嘛，因为在那个以色列的时候都是那些以色列都是一个他们的先祖。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摸过是了解，他们用手摸过的时候，就是要我说不是了解，那当时的道就是上面的道，就是救命令的，就是说这个命令上面的道不是了解，那是要我说的道，因为要我说就是道。那这个道就是要宣布法律，就是要我说的道。那你要认真听一下，我们这边没有犯罪，就是我们才会废掉是了解的话，就是说我们不是犯罪，因为总说是了解是犯罪，因为他是违反上帝的道，就是以色列的Elohim以色列。就是教那个上帝的儿子撒谎的，你们就想好。第二个就是这个是第一个问题，我已经答案好。我就回答好，我有亲的老婆，然后我知道你是一个犯罪啊，这个就叫你要犯罪啊，你都能够去要偷去人家的老婆，如果是你真正的是遵守是了解的话，你就是没有这样的思念，这个就是对你要做个警正，你要遵守是都是做坏事，你要不遵守是了解的话，你世界上没有一条法律说是必须要遵守是条法律是了解，但是你想有证据的话，就是要去业务所那里，在业务所里面就不要再遵守法是了解，你想要遵守的话，你去遵守吧，你为什么生气呀？假如说这个是有个茶叶加牛奶，这个是个咖啡下肚啊，我们选择茶叶啊，因为我们都明明知道这个咖啡啊有下肚啊，我们怎么喝？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想好，要么这个是地球的这个世界的就快要到了。
所以你要不想得罪的话，没事，我也没办法了。如果你是真正的中受是调解的话，因为这个是就是说你不可以偷取别人的老婆如果你知道那个大卫的故事的话，因为他偷取别人的老婆的话，他就被上帝惩罚的。我们不就说不中受是调解，你为什么去偷取我的老婆？我的老婆不是如果你如果他把你毒掉了，或者是把你踢掉了，你就去吧。这就是我们不再犯罪，我们的老婆都不犯罪我的现在的老婆都不需要别的男人的，像我不需要别的女人的，就是这样。我说这个就叫我们快乐。这个就是快乐，这个是我们的骄傲，我不再犯罪但是你们都总说这个是调解，你们都自己骗了，因为这就是那个一个奴婢偷玉米的时候，然后他去去大便的时候，都是空过他说的大便，这个是你是记住了这个就是对你们的，我给你们的总说这些是调解的话，你们都要想好。你好这个不是跟大家总说的吧？我已经说过了，不要跟大家总说的，这个就要给以色列的总说的，这都是他们的怪异的教导。人家摩西的话，摩西的道不可以加点的，不可以减的，因为你要总说这个总说是调解的话，就是要亚法的所吩咐的教训的，不可以加的，也不可以减的，这个区是不可以加，不可以动的应该是过了。您好，不好意思麻烦你下把请点一下那个吕本是上吊的是法律不好意思非常抱歉的，因为我不总说这个是调解的话，所以我应该没什么意义的话给你点一下这个，那我们不准说。您好因为这个上进的就是否被废去掉了，就是我是肉体的神就是对了，他是神的肉体的神，就是他说以色列的是遵守是调解，别的国家是要遵守要说的法律，所以各个遵守遵守这就是上帝这就是那个大上帝的肉体，对那些以色列的，你们要遵守是调解吧其他的如神的话，就是你们要遵守要无说的法律，要无说跟着要无说的话，就要上去顶上殿那里，跟着是调解的话就下地你们自己选择吧。我都把因为这个是调解都被废掉了，我都把摩西的五经给你们念了。这个一个想法，就是一个人的在发，他说这个我就是人的入神的，就是要变成了上灵的，不是入神的。他变了灵的时候，他就要来到耶和华，耶和华叫你变成了肉身的，变成了灵的时候，你变灵的时候就要遵守耶和华的法律，不是再去遵守是条法律。这就是耶和华说，如果你们爱我的话，就遵守我的道，所以你必须要遵守这个耶和华的教导。就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就是到此那些在那个外国人的话没有发什么问题的话，他们应该在想好我就是也无说祝福你们我们今天的教导就是到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我们读一下。你好，我们为什么
发现这个名字，我这边就教过了，因为这个名字，这个我们发现这个名字的时候，就是这个是来自我们那里，就是我的哥哥，我亲哥哥的名字是来自天上天那里所赐给你们，你们要知道他是真的，就是与他同在都是除掉罪，因为他就是有这个成就所给你们的，而目的的就是为了除掉罪，与他同在的话，就说不再犯罪。你说如果你在外国的话，你们怎么发现这个名字的话，我给你们已经教过，可是这个是一个非常长的一个教训，但是我们喜欢下在教训的时候但是问题就是我们在教育的时候，我们就不认真听的，别这样的，我们在下一课教训再回答这个问题。这个还有个教训，这个还有个问题，没有了。那就是我们就是我们就到结束了，就是要说把你们我在那个手机上面就是没什么没短信的话，那我稍等一下，待会儿。就说没有了，就是那个发短信说没有啊，因为我用这个手机的话，就是有人把这个短信转给我们的教导是到这里，我相信的你们听这个教导的话都非常非常开心的。我希望你们都要平安的来到这里，不管是外国人的，都是难过到呀，我说这边都难过，得罪的话，就是要我说祝福你们，我所说的教导，你们要应该想好荣耀归于父耶和华和耶和华，我们一起祷告吧。亲爱的父耶和华，多亏你的话，我非常感谢你的感谢你的恩典，你的善良，你给我们这个教导，为了拯救永生就是要我说就是拯救，请保佑这个教导，为了给他们好处。给他们的恩典了，永远的荣耀归于您的。我赞美你所做的，要胡说，请拯救他们的。我也是在向你要求，父耶和华要说，你有大范的圣灵的，为了引导他们要回到你那里，不再停止被得到永生的，不要再停止，要到你那里父耶和华要说，我都把你所有的教导，就是要引导他们，要知道他们到你那里。现在有你要说，父耶和华和耶和华，亲爱的父耶和华和耶和华在外国那边了，请赶快你拯救他们。我反耶和华你的名字做了这一切的祷告，我耶和华祝福你们下一课节目。